过来带大家关心天气哦，因为大风的关系，金门机场今仔日真侪机班是临时取消，游客行程嘛受到影响。气象署表示，对明仔载开始，因为有方面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，所以中部以北是较高落雨。扫冰机一直放，店主无用备料包装。台北市时啊，伫早起11点半，高温就到34度半，天气翕热。卖冰消暑退凉的人客真侪。台北市市中心过到了后，高温也33度8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礼拜有一波方面的报道，正方面会落雨，不过一直到后礼拜三，一波方面报道进前，各地拢是偏烧热的天气。22号这一天，由于西南风比较强。在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，近山区或者是河谷的地方，温度也是蛮热的。气象署嘛持续发布高温特报，拜六到礼拜，金门甲马祖拢开有局部雾，也是低云影响能见度。拜六透早，金门机场都因为能见度无好关场，真侪台航班取消，因为天气无确定，航空公司嘛打暂停报道的公告，旅客只好伫机场持续等待。9点半的班机。全满，就是等到现在，班机全满，所以要等加开班机才有可能。还没开始叫号，还没有说要加班机什么，还是候补怎么处理这样？都总后通知了。高雾散去8点50分，搁再起降。下晡金门地区又搁大雾，机场几落该关起。小三通的部分，金门水头到厦门5通，早起晚近8点嘛要停航，一直到气候达到开航标准才营运。海空交通几落该划停，初步估计差不多影响1000个旅客。提醒民众出发前爱先确认航班还是准班是毋是有变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